哎，唔安尼笑。那是电视台的。男生本来就比较慢啊，他们没结婚，这样不会转不会不能上。来让过一下。谢谢，前面让我的 MV 有影哈。这个叫新店。是市长吗？对啊，还一起订啊。然后大家拢要求讲继续延办啦吼，今年咱的经费就延去积出来啊，所以他那办第一遍的经费就延积的，所以后续的经费实在没有经费非常感谢我们幸福企业全拓工业那吴崇让董事长来支援我们了吼，让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延续到8月底，甚至于可以延续到中秋让彰化人跟我们幸福企业一样可以有个幸福浪漫的中秋这个中秋。我赞成找朋友一起来哎呀，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好，谢谢。缺一个男朋友。看那个，华视呢，华视呢。我好紧张的，我在想我看着。看起来软软的，应该在磁化，因为这里下。推一下。挺酷的，你结婚早这个。有玻璃我才怕。叫伊家人再一个开都别人味都要等下了。对啊。对啊。那就是绿色的，不是大米。对。6照。哦，谢谢。帮你打光。党本身在带起这个市府团队，对我们彰化的地方建设，还有经济，还有环保，特别是在情人节的前夕里面去建构这样一个氛围出来，也让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国民认为彰化市办的这个八卦山这个卦山夕照、幸福鹊桥的部分，事实上获得很多的这个掌声。那我听到这个市长在这方面经费上有一些的拮据，那刚好好朋友来找我，我就认为说，这个市长他本身我过去也非常推崇他，很尊敬他，他对市民的一些的服务跟这个照顾做得相当彻底。虽然我认识林市长不到3年，但是我觉得说，这个就是跟我志同道合。当然我要再尽一己之力的话，为我们这个。哦，会偏嘞。哎呀，哦，现在遐侪人的嘛。跟随，还有潮水，它将你我把你的妩媚。
应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那Beyond是写很早的故事，但是却留下这首很经典的歌曲。